行政長官選舉朝早舉行，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嘅民間全民投票選特首有超過22萬人投票，大約54%人投棄權票，冇一個候選人嘅得票率多過20%。當中以梁振英嘅得票最多有1成7，但係只係比唐英年多大約1個百分點。計劃總監鍾庭耀話：結果由公眾分析，自己唔會評論。陳國雄報導。點算近223000張嘅選票，喺星期日凌晨終於有結果。過半數嘅市民選擇投棄權票，有成121000幾張。而3名候選人當中，最多人投俾梁振英，佢攞到近4萬票，得票率大致得1成8左右，僅多過對手唐英年大約4000票。而何俊仁就最低，只有近1成1人支持。換句話，冇一個嘅候選人攞到超過2成支持，而3個人嘅票數加埋，亦都唔夠棄權票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者有9000幾張票，由於早前電腦系統被攻擊，或者用咗紙張投票，未能夠核實有冇重複投票。大概有9000票，我哋用222990票係我哋收到嘅票數咧，大家可以各自演繹如何去剔除或者如何去處理呢一啲嘅數字。我哋話咗係會如實咁樣將所有數字列出。我哋認為佢佔嘅比例係唔高，但係如果閣下或者任何人士覺得佢係高嘅，你係可以將呢一啲嘅，譬如頭先講嘅百分比啦，各人得票嘅百分比啦，係剔除一啲最高嘅可疑上限，再作出自己判斷都係可以。鍾庭耀又話，發現有近15000幾次有人試圖透過電子界面重複投票，但被電腦拒絕。佢唔揣測係唔係有人想操控結果，又重申投票人數比預期高幾倍，非常成功，唔怕中聯辦嘅壓力。由1月開始，郭鐵川部長咧係有對好多嘅事情咧係有意見。就我自己係由佢第一次發表言論到最近發表關於民意調查喺選舉時間嘅功能等等，我自己個人嘅睇法係我歡迎佢文明嘅討論。我自己唔喜歡見到嘅就係啲不文明嘅文革式，可能唔係或者唔好講可能，根本就唔係出自郭先生口嘅一啲嘅評論。鍾庭耀感謝市民對活動嘅支持。南寬頻電視記者陳國雄報道。行政長官選舉喺朝早舉行，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喺尋日進行全民投票選特首。期間網站懷疑遭黑客入侵，警方拘捕2個男人。警方喺尋日收到香港大學舉報，佢哋嘅民意研究計劃網站喺星期3同星期5受到不明來歷嘅網絡攻擊。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接手調查，尋日啱啱喺九龍以及喺新界拘捕2名分別係17同28歲嘅男人，涉嫌干犯或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行動之中檢獲一批電腦，懷疑用作攻擊有關網站。